什么意思哦？因为他说《论语》其实它的篇名都是从每一篇的第一句话哦，除了子曰以外哦，就譬如说孔子讲，像我们的为政篇哦，孔子就讲，子曰为政以德，哦，所以他就把孔子子曰以外的字拿掉，就取前面那2个字哦当篇名。哦，那其实呢，有的人是觉得说这不是艺术哦，就是个名字而已哦。可是其实哦，它为政篇就是《论语》整个20篇这样子排下来哦，它其实每一篇都有它的一个连贯性哦。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慢慢去研究，去看《论语》的话，其实可以去了解得到了哦。那谈到为政篇呢，其实为政篇我们来看一下它大概的一个要旨。为政篇是延续着学而篇下来嘛，学而第一哦，学而时习之一直下来，一直到谈到为政。那其实学而篇呢是在讲一个学问的内德的一个修养所以它其实讲的是我们一种内在怎么样去修。那当然，其实《论语》大家都知道，《论语》很怎么讲，很不像什么《金刚经》或者《道德经》那么的深奥。其实《论语》讲很生活的东西啊。它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运用到的，或者遇到的问题。所以《论语》它虽然说听起来我们可以概略这样去分，可是它其实没有讲的那么的专注在一个点上面它只是大略上来看。学而篇呢，它其实是在讲一个内德的涵养。那谈到了为政呢，那其实为政讲的呢，它就讲一个学问的外用就是说你怎么去把它用出来。因为讲到我们就像我们在道场上听很多道理道理大家都有在听可是怎么样去把这个道理运用出来那就是有很多的方法所以我们要是有注意去看的话，其实在为政篇里面，其实像我们刚刚整篇都念过了嘛从为政以德开始一直念到最后面那24章那个地方非其鬼而击之那个其实在为政篇里面谈到的部分其实蛮多的比如说它包含了孝。像刚刚孝的部分就谈了很多段嘛孟懿子问孝什么孟武伯问孝子游问孝，子夏问孝等等，其实有很多段都在谈这个孝那除了孝之外，其实他有谈到励志的部分像我们待会也会讲到的孔子讲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讲孔子的一生的这个部分那再来他有一部分谈到君子，比如说像小人避而不周，君子周而不避，小人避而不周君子不器等等，像这一些其实都有谈到君子的这个部分怎么样去为一个君子那譬如说也有谈到信小居无泥，大居无泥，小居无月这个刚刚有的先念车啦念车跟居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像等等，其实它都是跟我们在讲有一些学问我们学了有一些内德之后，那其实重点是你要把它运用出来所以在为政这边呢，他有谈到一部分就是跟我们谈怎么样去把它外用出来所以为政所以谈到这个为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政什么叫为政其实政大家会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听到这个政直觉反而就想到政治了其实在古时候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定义了其实政的东西很广做人处事其实也是一种政那我们来先从它的篇名来看一下为政谈到这个政这个政其实把它拆开来看就是一个正一个文一个正一个文那意思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名不正言不名正言才顺就是说这个文就是文字就是文嘛一个人外在行出来可以当人家作为记录可以可看到的，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文所以他跟我们讲你要为政你要有所做人处事上，其实就是要一切都是要正名正言顺一切都要正。那这个正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我们的心要正我们的言要正我们的起心动念要正那我们的言行举止呢讲话也要有正那我们的行为身体在做的部分其实也要有正要正所以因为你有正呢，所以你做出来人家才可以服人所以为政第一句话叫什么？为政以德这是我们的第一段不过我们的选读呢是没有选到这一段后学只是概略讲一下所以我们的第一段为政篇的第一段就叫子曰为政以德譬如薄尘，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说这个为政你当一个为一个为政者可能你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你是一个国君你在家里面其实是一个那个可能是一个家长那你可能在社会上可能是一个主管工作上
等等等。其实不管是怎么样哈，你一个人哦，你要去做事情呢，一切都是要看这个德性哦。那孔子跟我们讲，这个德性哦，为政以德，就像这个北极星哦，他北极星大家有去看过人家拍照的那个轨迹图哦，大家要是有看过，或许原本要放图片啊，又忘记弄了哦。它就是一颗北极星在中间哦，那其他的星呢就拱着它转，绕着它转哦。这个透过照相哦，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北极星就是这样子哦，众星拱之哦，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哦。那北极星是不会动的哦，所以就是说，当一个人哦，你一个为政者哦，你有这个德性的话哦，就好比这个北极星哦，待在那边，大家会围着你哦，大家就会来就对了啦哦，就会来。这个道理呢，其实相信大家都可以去体会得出来的哈。那其实，在以前哦，国君哦，在周朝那个时候，他们的祭礼其实也是像这样子的哈。周朝他们祭礼哦，天子是站在，就是天子进来开始祭礼之后啊，不管是祭哪一种礼，天子其实就是站在那边而已。那其他的诸侯啊、大夫啊，或者那一些文武百官，要行什么礼呢？其实都围绕着天子这样子就是说在绕着他做这个礼仪啊，所以这个是外在形象上是这样子，那其实内在他是跟我们讲，就是说，我们做人处事其实就是要有这个德性，德性。那其实德性呢，就是我们讲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情，就是德性嘛。所以一个人他要是有德性，其实大家比较愿意去跟着他相信这个道理大家都可以很清楚了像后学以前在当兵的时候，那个长官都会讲因为我们那后学那时候是当兵有当军官所以都要受一些军官的教育然后那个在训练的时候，那个长官都会讲，你当一个领导者在前面你就是他说有一句话叫做你去做啦，或者跟我来他说你当一个军官，你不是什么事情都叫说你去做，而是说你要跟我来跟我来。所以大家看古时候以前在打仗是怎样打的就是两军就是排一排嘛这边一排这边一排。然后一开始那个就会有人先过去对方那边喊话喊一喊，意思就是说被怕不，然后要不要打了？要是谈不妥要打了好，然后那个人就回来了。有的人搞不好他还没回来就被对方给砍头了等大家瞧好之后，准备要打了然后冲前面的是谁？其实就是带领的那个将军他骑着马在前面冲嘛，他就冲过去了。然后后面的那个士兵呢，有的用跑的，用骑的，然后就冲过去就开始两军就开始交战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那些长官就会说，其实你在带领部下其实也是一样你凡事都叫你去做那也许你有这个权威人家不得不服你，可是呢你要是能够用这个所谓跟我来我就是带着你去做那这个差别其实是差很多的啦人家有第一种是怎么样，你去做没办法，因为你有权所以我必须听你的，可是呢你跟我来因为你长官都在这边做嘛下面人当然就不敢偷懒了所以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能够了解，都能够体会了所以这边呢跟我们讲，为政就是要依照这个德性依照这个德性那到底哪一些才是德了那就是在我们等一下的几个选文当中呢会逐一的去讲到了OK 那我们现在看我们选的第一段我们选文的第一段呢是第2章了子曰诗300，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句话的意思呢，概略的意思，或许简单解释一下孔子跟我们讲说，《诗经》有300篇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无邪。他的思想是没有什么邪念的啦是很纯洁的意思。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诗经》为什么叫诗300因为《诗经》呢，它总共有305篇那简单呢就把它称作300诗300。那我们这边呢会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诗经》的这个部分《诗经》的简介那《诗经》呢，它其实是中国历史也那个历史以来最早的一个诗歌的总集它是最早的唐诗是在唐朝嘛《诗经》其实是在更早了那原本它名字就叫诗那到了汉朝开始呢大家把儒家的那些学者呢就把它奉为经典。所以后来就改成《诗经》诗经那它其实大部分的作者呢都已经没办法去考证的了它其实到后来变成一种人家在流传这种就是两美就类似那种民谣这样子那不好意思有一张搞错了，我们先看这一张那我们概略来看一下《诗经》的一个分类了《诗经》它有300篇那
人家把它简单分成这几个部分哦，叫做四时六艺哦。什么叫四时呢？就是四时就是风、大雅、小雅、颂，一般简称叫风雅颂啦哈。就《诗经》把它分成这几种哦。那六艺呢，就是再去把它细分出来啊，风雅颂、赋比兴啊，有这几种哦。那所谓的风雅颂呢，其实它是针对音乐的不同去分类的哦。那赋比兴呢，它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手法上的差别啦。或者这个概略介绍一下而已啦，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要讲的一个重点。哦，那所以其实《诗经》它包含了几个部分哦。他说音乐的不同是因为像风雅颂啊，风一般又叫国风嘛，它是一个国家，因为那时候很多小国啊，所以每一个国家呢，他们呈现出来的风格又不一样哦。所以国风它就是针对这个国家的特色他们在流传的那些诗啊。哦，那雅什么大雅，前面上面有写大雅、小雅，还有一些颂，其实它记事的是很多记录的是分类是有一些不太一样哦，那这个细部呢，大家有机会大家再去研究这个我们讲太多时间可能就会不够啊，所以概率来讲，就是《诗经》呢，它其实有一些分类所以从这些分类我们后学就截取了2段我们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诗经大家来看一下那后学第一个选的这个叫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那后面还有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其实诗它以前这是一种就是人家类似歌谣这样在念所以它有很多对仗还有一些对仗或者一些都一样的东西它会repeat 重复来那这一段这个关雎呢，其实它是在讲男女的情感的部分情感的部分，比如我们看前一段这边关关雎鸠，他就说这个雎鸠就是那个鸟了他说那个鸟的声音在那边彼此呼应在河之洲，就在河上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这个年轻漂亮的女生是一个男子青年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偶那参差荇菜，这荇菜就是一般在讲的所谓的荇菜那他就说这个河里面有这种荇菜长得参差不齐它左右流之，在这个河这边呢又流来流去的他说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寤寐求之，就是说在困在想就是说白天也想，晚上也想这样子求之不得呢，寤寐思服。可是呢又一直又求之不得又追求不到那也一直在想就对了那他再来就用了一些悠哉悠哉他说这种悠悠的思念一直没办法结束那辗转反侧困嘛困没起的呢那接下来还有讲到这个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他就琴瑟友之，就是那种琴瑟跟钟鼓就是那种和鸣合在一起就会很悦耳这样子意思就是说这个女孩子要是跟我在一起那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一个很好的想要把它就是它的意思概略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那有时候我们会去看，觉得这好像是在讲男女的情感有人会觉得他是流于什么滥情什么的可是呢，孔子他为什么会跟我们讲诗无邪因为其实《诗经》它有很多部分是在讲这个情的部分情当然它《诗经》有一部分刚刚有讲嘛风雅颂它有一部分其实是在讲国家的事情所以我们看《中庸》有很多部分孔子也会去讲到诗他会引用诗经的话所以在这边呢，其实他这边有提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它是关于情。那再来我们再看一段《桃夭》其实这个《桃夭》它在讲的也是男女之间的一种情他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其花了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逢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那这个呢，就是桃夭的这个部分，它意思就是，桃之夭夭，说那个桃树长得很茂盛，灼灼其华，就是说它的花，然后这个华就是花的意思灼灼其花然后它这个花呢长得很火红，很漂亮那之子于归，就是说这个美丽的姑娘要出嫁了那是多么的适合宜其室家就是意思说可以当一个好的那个媳妇可以照顾这个家庭那桃之夭夭有逢其实那这个
要引用到跟前面一样这个它长得很茂盛的桃树它有着结着很好的一个果实那之子于归，以启家室那当然世家跟家室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啦那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就是说它的那个叶子长得也很茂盛了他说之子于归，以启家人他已经这个女孩子呢已经嫁出去了那很适合她的家人很对她的家人是会很好的那其实看得出来诗经它其实以我们现在的角度在看或许会觉得其实这个写的也很好了叫我们现在的人有这种文笔去写出这个也是可能惊人然后没几个人办得到其实它除了文采之外，其实也有情在里面那我们就简单从2句诗经的角度来看其实这边要跟我们讲的其实就是为什么会讲诗无邪其实他在讲就是诗经充满了这么多的情那其实它背后呢它的那个思想呢是无邪的无邪的 OK 所以整个这一段我们的选读第2其实他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诗无邪所以在这个要义的这个部分呢后续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关于这个无邪的这个部分那大家可以去想一下为什么会说诗经的这个是无邪是无邪其实简单的来讲或许做一个就是说自己的感觉其实诗经它所表露的是一种真情的一种流露不管它是对于情感的部分或者它是对于那种所谓政治或者一些国家一些什么的一些可能是他在讲他们的国君怎样或者什么怎样的其实它都是基于一种情的部分情的部分所以它是一种真情的流露那其实大家有机会的话去譬如说大家都在座应该很多都年轻过了当一个人在少年的时阵在那种对感情很茂盛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大家都会流于什么都会开始写情书嘛写情书给点拢会啦不要说都没有男生一定有写过女生一定有收过没收过可能要那个没写过可能也要那个都要检讨一下所以其实当一个人他一对就是有那种很丰盛的情感的时候其实他就会有一些流露出一些东西出来比如说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些文学家像莎士比亚莎翁莎翁不是有一部电影叫《莎翁情史》嘛那其实有很多也是在讲其实他写了很多的故事其实有一些都是在讲他自己讲他自己所以有一些关于这种感觉看就是那种比较偏向于情感上的东西的那种历史上的留下来经典的文章或者那种小说或者什么等等其实它都是那个作者本身他一种情很丰富的一种表现一般人可能比较没办法可是当一个人就是他很悲伤的时候悲伤也是一种情嘛那他可能会写出一些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参加人家的告别式有没有告别式有时候不是都会念那种祭文或者追思文那个有一些祭文就真的追思文就是那个后代子孙他们自己写的他只要是他自己写的他自己又透过他念出来现在大家有参加过应该都可以感受得到那现场的气氛就会让人家觉得就是不自觉的眼泪就会滴下来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情的一种真情的一种表现所以真情每个人的其实都有这种情要会流露一旦它流露出来的时候其实纵使说大家会觉得他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像刚刚看的那个诗看起来觉得好像就是在讲男女之间的情爱的事情可是呢当它是一种出自于真情的时候大家就不会觉得它是有什么损害的就是那到底怎么样才算是真情后学这边就引用了一个《中庸》里面的一段文章他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啦中庸跟我们讲当一个人他的喜他的怒他的哀伤他的快乐都还没有产生出来之前呢这个状态称之为中那我们不去细谈他的道义上的部分那重点后学要讲的是后面这个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说当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有情我们会有喜的时候会有怒的时候会有哀的时候会有乐的时候一定都会有了可是这种情感呢我们中庸儒家的经典不是叫我们说都不要有他是说这个东西难免都会有可是呢要发而皆中节中节就是要适当适当那这个就把它称为和所以中庸才讲说要至中和嘛天地未焉万物欲焉
啊，所以这边的什么叫做真情呢？后学是觉得其实就像中庸跟我们讲，是要重情啊。所以《诗经》这个呢，其实他讲的虽然看起来是关于情，有一部分可能在讲国家的事情啊。其实呢，孔子的眼中他觉得这300篇看起来呢，其实他都是诗无邪，他是无邪的。那会无邪就代表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都是很适当、很适合的，是一种无邪之心，很自然而然的流露哦。就像后学刚刚举例的，去到了告别式的现场哦，自然而然你就是会有那种哀伤的感觉，你就是会掉眼泪。哦，那你去到人家的喜宴哦，看人家有喜事，我们自然而然，我们要是真心真的替这个人感到高兴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快乐嘛，很快乐哦，所以这个都是很自然而然的哦，所以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诗无邪。那再来谈谈这个诗无邪哦，那其实回归到我们道场上的角度来讲哦，那诗无邪其实要讲的就是什么？我们要无邪嘛，要无邪，我们的思想要无邪哦，要纯正哦，要就是不要有邪念哦。那所以其实就是跟我们讲，我们的起心动念哦要无邪啊。那其实这个邪哦，大家也不要看说，这个邪就是一般我们在讲的很邪恶哦。那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看卡通、看熊贼就觉得正义对抗邪恶，觉得邪恶就是很不好的。其实邪在它的字义上不是那么的坏啦，它只是指不正而已啦。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大家多少应该都有看过《六祖坛经》《六祖坛经》里面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子就是那个有一个韦公韦刺史在问这个我们的六祖说，当年那个梁武帝达摩祖师来了之后那个梁武帝就跟达摩祖师讲说我就是什么设斋啊，怎么念黑姑为我们要讲就是说他盖了很多的寺庙啦，设了很多斋啦什么三里一安五里几边就是盖了很多的寺庙，那到底有没有功德？那达摩祖师跟他讲有没有功德？讲没有功德。那后来这个韦刺史就问那个六祖慧能大师说，问他这件事情。那大家知道慧能大师怎么回答吗？慧能大师他就说：武帝心邪啊，邪然后他的心是邪就是我们这个邪所以他这个邪不是说真的很邪恶的这种邪其实是六祖要讲就是说他的心不正为什么？因为他那个达摩祖师不是梁武帝他执着在这个功德他觉得做这些事情是有功德的，那他有一个执着在功德的这个心他这个心是不正的心所以六祖慧能才说武帝心邪邪所以这个邪不一定是指邪恶所以就是说所以他这边跟我们讲思无邪要无邪就是跟我们讲我们这个思想呢不可以不正不正比如说我们看到男生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当然会知道这个就是长得很漂亮可是当我们心里又生出其他的心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不正之心因为看到漂亮我们都知道这真的是漂亮，我们女生看到帅哥就知道这个是帅哥所以这是很正常的。可是当我们会生出一个不正的心的时候这个就是称为邪有邪的所以孔子在跟我们这边跟我们讲诗无邪诗无邪就是说诗经它本身是无邪，那我们反归回归到自己的角度来讲，那当然就是我们也是要无邪所以这种无邪的心呢其实就是道心我们道场上时常在讲的这个心，我们去修我们的一些起心动念修我们的行为，最重要回归源头就是修我们的心念让我们的心念怎么样它不会有这个不正的心这个所以我们的这个无邪的心就是正的心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它是一个重洁合乎规矩的一个心那这个心呢也就是一种率性之心就是经由本性自然而然流露的一种心那这个心呢是无我没有所谓的无我就是没有我自己的我思我见一些自我的一些看法那其实这个呢也是在跟我们讲我们修办道我们在道场上修办的一个目标跟方向一个道场要是有太多的我的看法其实我自己的看法其实这个团体呢就很不容易，就是说他的那个很容易受阻碍受阻碍所以要是大家都能够退一步把自己的我心我思我见把它降低一点，那其实这个我们在道场上其实就会很圆融很圆满。那其实在做人处事上其实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可能是我见太强的时候就会发生争执我们要是能够退一步呢其实就会比较圆融了所以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第一段谈到这个诗无邪的这个部分是一种就是要无邪
啊，所以《诗经》呢，大家去看《诗经》，不要觉得哦，他可能讲的什么很，会觉得哦，看起来好像是在讲一些什么情啊什么的，其实它本身就是无邪的了哈。所以后学那时候在上我们《论语》班，我们谢讲师哦，他们在上，谢讲师就很推崇这一句啊，常常讲到某一小段就引到诗无邪这一段。所以可见的这个诗无邪真的是很重要。怎么样让自己的思想很无邪？我也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哦，不容易啦哦。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多想法，有时候都说你的思想要很无邪哦，很纯洁哦，这个太难了哦。不过呢，还是要大家去努力了哈。那再我们看第二个选读哈。好，第二个选读就是讲到这个孔子他对于他一生的一个自评哦。孔子子曰：50有5而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意思应该不难后学简单解释一下。孔子他说他50有5而志于学，就是说他在10有5就代表15岁了哈。孔子在15岁的时候呢，他觉得他要立志向学就对了，立志向学。那当他到了30岁的时候呢，他已经能够其实他这个是对于他学的这个部分来讲，他觉得他的所学已经能够让他觉得有所立足了，就是说他学到有一定的成就了。那40而不惑，当他到了40岁的时候呢，他已经没有什么疑惑了，对很多的道理他都已经能够了解了。他去学的这些理呀、知识啊，他其实都已经没有什么疑惑。那当他到了50岁的时候呢，他50而知天命，他去了解到，这个天命的这个珍贵了包括它的重要。那到了60的时候，耳顺就是他听进去的都是很顺的耳顺不会听到什么听到的话，他不会觉得不悦耳了那这个什么意思？详细的意思后学等一下会再讲，后学简单讲它的字义了。那当孔子到了70岁的时候呢，他已经能够从心所欲他做了任何的事情呢，他能够随着他自己的心去做了他心里面想要去做，他都能够顺着心意去做。可是呢，他重点讲是什么？不逾矩，不会逾越这个规矩的逾越规矩字义上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内容的一些意思啦，一些要义啦那这一段话呢，其实在讲孔子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历程跟自评。他的历程孔子活到70，好像是72岁吧，还是73？72、3岁啊。那这是他一个，就是70年来他是去回顾他的这一生他所讲的一个话。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在孔子比较晚年的时候讲的，一定超过70啊，不然他不会讲他70岁的时候怎样。那再来他对他自己的一种自我的评语他觉得他在这个阶段呢，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他在那个阶段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是孔子的一个自评。那我们来看他第一段，他第一个就讲到志于学，所以我觉得在这边讲第一个要点就是说要先立志一个人一定要有立志立志很重要了，立志很重要。那其实我们来看。